4月23是世界滑兔日，这高雄寿山动物园因了发挥创意，用纸板替乌猩猩设计一本会当食的册。伫这册内面呢，有藏一寡果子啦、葡萄干，这脆食物啊。这乌猩猩是哪鲜哪食内面的物件。这趣味的画面呢，游客看了拢讲，这动作乌猩猩袂输是伫咧看这共款，看起来足够水的。 伫寿山动物园导览员的带领下，小朋友看到乌猩猩手顶摕着一本天开的册，拢感觉真熟悉。大家拢感觉奇怪，猩猩哪会看册呢？不过若是镜头揪较我哋甲看，乌猩猩的手一直咧扛册，嘴哪像咧剥物件。这是动物园响应4月23世界滑兔日，特别为乌猩猩做的会当食的册。现场有小朋友来参与食物册制作，大家看到乌猩猩看册画面，拢感觉真古锥。你会觉得他是在看书还是在吃东西？ 看书，没有想那么多，但是觉得在看书。动物园讲，因为人工饲养的动物无亲像野外，会当时常接受到真侪无同款的外界刺激，因此因常常会配合一寡节日来设计活动，用食食、音乐也是特殊的气味来给动物无同款的刺激，就此来看因的环境，也给动物的行为会当更加多元丰富。 让他感觉生活上是比较有一些变化性，不会是一成不变的。那所以我们除了不定期透过提供不同的一些多样性的食物之外，那我们也透过类似像提供像这次这个书本，像这种行为丰富化的玩具，让他们可以借由这个探索的过程，让他们可以多一些生活上的刺激。乌猩猩的智慧大概甲5岁囡仔差不多，会当看到囡摕到册了后，就开始思考这是啥物，要安怎甲规矩扛出来。动物园讲，这种行为丰富化的训练嘛，爱看动物来设计，亲像这款难度较悬的训练方式，都敢若适合乌猩猩来做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高雄场报道。